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日零二零生活分享頻道。今日要為大家帶嚟一首歌，叫做《穿過樹林》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多謝大家細心聆聽，請大家幫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訂閱、comment 我呢個頻道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